你好，新世界嘅 K11 Dockside 文化維港匯作抵押，全速得以智慧項目融資60幾億。呢一個項目係一個世紀級項目，當年係新世界中心重建而成，集商場、酒店、辦公室等，佔地有成300萬平方尺。雖然佢唔及新地嘅維港門廊項目 ICC 同埋 IFC， 但始終都屬於香港嘅地標。今次全速融資60億，令市場譁然。希望新世界公布多一啲呢次嘅融資同埋抵押嘅細節。基本上呢一個項目係新世界嘅命根。Dockside嘅估值過往曾傳出值600億以上，消息傳出令我只係想到當年中環中心賣走大部分嘅樓面已經值400億，可以見到今日嘅商業市道並非只係腰斬咁簡單。今日嘅新世界被借貸銀行逼得好緊，可以話撳住嚟搶。當然抵押品嘅處理可以好複雜，行外人要了解並唔容易。希望公司能夠披露更多嘅細節，令到新世界嘅股東放心。